反寡妇的 Trump 会当当选特别检察长史密斯，照司法部被起诉在为总统政策撤销2项对伊的控诉。另外 ，Trump 继续甲这部一级催案宣布上任了后，会针对墨西哥、加拿大进口所有商品加25%的关税，对中国是另外再加10%。美国现任的总统川普预告伫社群媒体发文，呛讲上任的第一天就要对附近的加拿大、墨西哥进口美国商品扣25%的关税。另外一条大文讲要对中国的商品另外加扣10%的关税，幅度是比之前呛的搁较细。不过目前中国的商品进口关税基本上拢是25%起跳。参像电动车一寡特定的商品关税甚至有到100%。中国驻美的大使馆回应讲，无药证或者是关税战拢袂有赢的人。川普伫大文中佮美讲大量的非法移民通过墨西哥甲加拿大迁入来美国，致使毋捌有的犯罪甲芬坦尼、阿片类毒品的问题，佮谴责中国失约束，上路防止国内芬坦尼外流，拢无照做。因安尼对这3国的关税措施会继续到问题解决为止。中国、墨西哥甲加拿大是美国进口商品前3大来源。川普这个举动等于是推翻2020年，甲伫第一年内达成和墨西哥佮有加拿大的贸易协定，这大大影响到加拿大甲墨西哥的出口，美国产业也会受伤，也造成美中贸易进一步恶化，引发通货膨胀、地区不完球、拍乱供应链。消息一出来，美金随起，加拿大甲墨西哥货币佮人民币拢当跌落来。现在川普身躯顶排真侪条官司，也伫当选了后顺利过关。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宣布放弃对川普头一个总统任期结束了后不当处理机密文件案的上诉案。现在川普和指控想要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案，法官也伫史密斯的要求之下同意撤销。史密斯讲无追究这2案是根据美国司法部无起诉在任总统的当年政策，不过寻求以无损害权利的方式撤销，保留川普下了后重新起诉的可能性。川普团队表示，这是法治的重大胜利。川普伫选前有4个大官司，包含复合肉片名册封口柜、代去改掉商业记录的这案，已经互判有罪。胜选了后，陆平宣判无限期延后。另外，2020年想要使人推翻乔治亚州的选举结果案，目前有关伫乔治亚州的法院。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